屏東落大雨，親日響破500毫米，明仔載屏東停班停課。另外，雙北今仔日淹水的災情嘛真嚴重。未來隨啦20時暗時發生207以上的大地震，而且攏真淺，上無已經有32人死亡，700人受傷。民進黨前黨工牽涉做中共的間諜，蕭賴清德做副總統時期的出訪行程，二審宣判4個人攏解判下去。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世界通》，我是蘇眉，邀請大家踮台灣看世界，用台語了解國際大。今日節目頭起先來看這未來隨啦20時暗時是小連鎖發生2件7以上的大地震，而且攏真淺。這地震的深度是干那13公里到10公里爾。所以講這災情就真嚴重，首都有幾個棟厝倒去，上無有32人死亡，700人受傷。美國的地質調查所佫警告講，是有4成4的幾率會達到1萬人死亡。臨時總統羅格里格斯就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美國派救援隊過救人。大地震發生了後，國務中心緊急疏散大批民眾，走到街路避難，不少人心情驚嚇。萬了地震會過來襲，地震造成商場內商品落落來，貨架倒去，親身經過的民眾受起迄當時也是心驚膽嚇。Increíble, fue algo de segundos, no sé ni cuánto tiempo duró, hay cosas de tiendas que se cayeron y todo, y bueno, dándole gracias a Dios, señora, de verdad que sí. ¿En dónde estaba usted? En el piso, en el último piso, donde está la parte de la feria. Estaba allí, se cayeron varias cosas, de unos negocios se cayeron cosas. 根據委內瑞拉內政部表示，卡拉加斯有幾棟建築倒去，也是部分瓦壁落落來。發生社記者翕的畫面顯示，一棟可能是銀行的大樓，會當講完全倒去，只存磚仔厝下。當局也緊急關閉部分建築天然氣供應，避免發生二次災害。Se movió el piso, pero no, de repente todo empezó a moverse como si estuvieses en el agua, ¿sabes? Como onda, pero fue horrible, de verdad. Y todas las paredes, en la parte de las escaleras fijas, todas esas escaleras se desprendieron, se arrajó toda la pared por el piso。天色暗落來，救援人員繼續佇倒去建築的磚仔厝下中找找，着救的家屬是佇現場4月找找親人，毋茫得到任何消息。美國地質調查所資料顯示，委內瑞拉北部沿海附近，佇當地時間拜三下晝6點04分，連續發生2件強烈地震，先是聖費利佩附近發生規模7.2的前進40秒了後，尤馬雷東南方大約23公里的所在發生規模7.5的主震，離前往大約300公里的首都卡拉卡斯也受到損傷。美國地質調查所表示，真可能傷亡慘重，個災害範圍大，後處有可能發生強烈的地震尾，個有沙巴加土壤液化風險。美國海洋預警中心指出，前往是可為300公里範圍內的沿海地區可能出現有危險性的海中波。不過，真正針對波多黎各加美屬維京群島發布的海中警報已經解除。除了委內瑞拉附近的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也感受到明顯有害，部分民眾有風險的撤離建築物。到目前，官方仍然繼續清查災害加傷亡的狀況。公視新聞陳秋梅編譯。風颱米克拉雖然無掃來，不過外圍環流加上鋒面甲西南風，是造成北部、南部今仔日落雨落甲做水災。屏東當地得影響，這水是淹到大人的腰險入侵。屏東科大頭前積水，屏東病院地下室嘛入水。這活動到正濟鄉鎮的雨量都已經超過400毫米，縣府是緊急宣布講下晡2點開始停班停課。不少家長趕去學校載囡仔，怨嘆講縣府宣布了太過慢。要若是再問仔咧，屏東已經宣布停班停課。車道變河道，就是那個海豐外環道。大雨落幾天，水頭白富，屏東海豐外環道淹甲親像溪仔共款，轎車過一台調一台，出動拖吊車來甲車調走。因為風颱甲西南風傳入來，屏東縣到中晝進前，正濟鄉鎮的雨水量都已經超過400毫米，4界攏傳出淹水災情。縣府緊急宣布下晡2點全縣停班停課。有家長講，透早真無簡單，才甲囡仔載去學校，這陣又閣愛冒險去接囡仔下課，真正困擾。都很怕那個車子會突然熄火。真的哦。因為水淹得很高啊。是哦。不是啊，昨天晚上就開始在下了啊。導演在做什麼？會不會建議說以後提早宣布啊？這個沒辦法了，這個配合就好了。下午的2點，大家停止上班上課，那這中間讓這個水退一點，整個交通的這個方面不會受阻。
不會可以比較好通行，然後大家再安全的回去。天氣黑暗算下晡才停班停課，造成民眾困擾，園長嘛會失禮。因為屏東真濟所在攏也擱在淹水，其中連樂果菜市場附近上深的所在淹甲腰遐懸，附近有濟伙人受困。趁下晡雨轉細，消防也趕緊用手靈船入去救人。啊，無倒出來。到對啊，水到巴肚。我入去是到這，嘿，到腰啊，哦，屏東的雨也是一陣一陣，到下晡5點，全國雨水量頭10名攏佇屏東，上濟已經超過550毫米。其中東流線交通船嘛，因為東港溪漲水，造成港內水流未穩定，還有大水閘影響開船。船公司宣布禮拜5全面停駛。記者郭明哲、柯家族、胡兆陽屏東場報道。根據氣象署的統計，這累積雨量的前20名攏佇咧屏東縣，屏東的春日是達到553毫米。雙北要230毫米以上，這台北的內湖、新北的汐止，攏有真濟所在咧做大水，甚至這車駛過暗坑，吊車險險啊去互淹去。明仔載西半部的雨水有關係真高，提醒大家都要注意安全。早起大水雨是一直落，台北市內湖路3段、文德路這路段，大路變做小黃河，騎車的人只好用腳的，也無法度來騎。附近的店頭也因為淹水，無法度開門做生意，真辛苦。剛才已經到這裡了，趕快跑了。那麼高，現在再回來了。文德路災情有點嚴重，由民意代表趕緊來勘災，現場是亂糟糟，水提起了後，塗骹是真濟爛土霉，民眾趕緊把土水掃出去，大家趕緊來拼厝內。早餐店最重要的就是食材呀，食材淹了啦吼，冰箱也壞了啦。台北市消防局指導報案，內湖區真濟所在積淹水的情形，有淹到50公分才懸，有的徛街也淹水，消防局趕緊派人去處理。我們現在人員已經在搶救，然後去做各戶看人員有沒有受困的部分。那目前我們還在持續進行中。大雨一直落，新北市災情也未少，甚至福德3路一個暗坑，因為第一時間來落大水雨，積水真緊，一台烏色的迄路車經過暗坑時掉在內底，水淹到強要過車頂，場面是真危險。淡水文化路加新生街路口發生路邊破去情形，因為大水加路邊攏沖歹去，較低所在積水有30公分才懸。第一時間落大水雨，造成內湖是大淹水。台北市長蔣萬安2號下晡進駐災害應變中心，並且甲災害應變中心提醒真濟立即來開設。台北市委也宣布講，徛街淹水50公分以上、100公分以下，一戶罰款1萬；100公分以上，一戶罰款2萬塊。我們也會持續的通過各項的應急系統，包括民眾自己在防水閘門的裝設，基本上都沒有輔助。隨着比起他風颱外圍環流，後面接近也閣有西南風增強影響，2號全台灣落雨真明顯。氣象署早起啟動較大規模，也是較劇烈大水雨的作業。根據氣象署統計，總計到下晡晚4點為止，累積雨量排名前20名攏佇屏東縣，依據是屏東春日有553毫米，貴陽美濃有441毫米。另外，台南南華、台北內湖、新北14個所在，累積雨量攏超過230毫米。氣象署提醒講，2號暗時到2日，依關是真個落雨的時期，規個西半部攏有可能會落大雨到大水雨這情形。屏東的地區呢是超大豪雨，這個是24小時的累積雨量超過500毫米的等級。那其實像是高屏的這一帶也是大豪雨的等級，24小時的累積雨量可以來到350毫米以上。氣象署講，隨風面慢慢轉向北平，禮拜開始這個雨勢較大，淹過西半部以外會有陣雨，也是雷雨。東半部是午後雷陣雨為主。下禮拜1、2、9，隨太平洋高壓勢力增強，台灣天氣會慢慢來穩定，落雨範圍佮強度攏會減少。記者綜合報道。政治消息來看，民進黨的前黨工牽涉做中共的間諜，涉漏賴清德咧做副總統時期的出訪行程，一審是判4年到10年，今仔日2審宣判4個人攏改判較輕，上重的黃楚瑩改判6年，姚人改判無罪，高檢署是可能會上訴。牽涉強諜案，這擺接受審問，民進黨4名前黨工被控受中共指示涉漏賴總統。佇做副總統時期，友邦的出訪加選舉的行程正機密，一審予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這罪判刑4年到10年。在上訴了後，準2審判決出爐，改判黃楚瑩6年徒刑，民主學院前副主任柯世元判刑5年，副總統辦公室前書記吳尚武判3年，前外交部長吳釗燮助理何仁傑改判無罪。
從黃姓被告跟何姓被告的通訊軟體對話內容中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平常沒有任何特別的聯繫，也沒有任何相約會面討論交付情資的情況。何姓被告平常負責的業務範圍與外交相關機密文件無關，無法證明何姓被告有接觸到這些外交機密的訊息。除了何林家、洪判無罪以外，另外3個人刑度變輕，重要的所在是佇合議庭重新認定3個人部分緩刑的程度。黃楚瑩、區世元敢若個性試探，毋是收集機密；吳尚武是涉漏，無到交付程度。加上黃楚瑩回傳的袂少資訊，只是伊對公開的政府公告甲新聞稿整理邊邊倒倒的。毋過，因為着領到更加最經費，放心家己工作成果，甲何林家包裝誠濟資訊來源，講家己佇台灣的人脈甲能力有偌好。對着這專案，郭檢事是講，會建議是不是要擱上訴？他收集了這些活動之後，那當然他就有可能會想要去進行一個騷擾、去破壞，來讓我們台灣跟其他國家之間的互動交往沒有辦法順利。這裡面其實有很多要做的，第一個當然就是法治，那第二個當然就是對某些涉及機密的人員的考核是非常重要的。對於軍人大小媒體，接到這擺，民進黨前東港案件不時來引發強烈爭議。對於對方威脅，除了法規面愛完善，相關人員的查核制度愛更加加強，才有法度來防堵中共的滲透。記者綜合報道。中共前一陣仔宣布10項對待措施，包含恢復上海、福建的居民來台灣自由行。不過，咱的政府是強調講，中國的旅遊業者申請來台灣考察，是要通過觀光小兩會來溝通，對方煞是無回應。所以講，最近中國申請要來探路草的團體，攏去予陸委會駁回。第10會了後，中國宣布10項對待措施，其中是包括推動恢復上海市和福建省的居民到台灣自由行。但對咱國真濟擺講，中國迄邊的旅遊業者申請來台灣考察進前，應該先透過觀光小兩會來溝通，因攏無回。最近因成行團的申請，陸委會攏甲駁回。陸方這邊是直接請我們這邊的2個團體，然後來辦這個踩線團的事情哈，那對不起，我們恕難配合。郭台銘嘛講是小兩會法源是在9日共識的基礎上簽訂的。劉文傑指出講，兩方這多年來簽訂的協議攏無政治前提，小兩會是希望協商事務性的問題，呼籲中國莫擱阻礙兩方的觀光交流。不過劉文傑嘛警告講，個人去中國的風險在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7月初一實施了，可能會擱增加。有一些非常模糊的法律概念，民眾沒有辦法確定到底什麼是安全的，什麼是危險的，那只能夠自我審查。就算沒有這部法律，中共也是可以用任何他想要用的罪名，都可以按在你的頭上。另外，對往來釋迦銷售的議題引起討論，劉文傑是無國家評論，行政院是提醒講，中國是真無穩定的市場，會持續輔導農民往其他的市場發展。不只是鳳梨世家，鳳梨過去呢也是被中國突然就禁止了，像是石斑魚等等。農民朋友需要的是長期的、可依賴的、可合作的貿易夥伴，才能夠穩定我們農業的發展，才可以穩定農民的收益。從111年到114年的這個期間呢，已經累計廢園556公頃。農業部說明講，最近幾年是鼓勵往來釋迦、惠園和專族，嘛持續以多元的方式來輔導農民，無希望因為市場的縮減，也是袂當有機開放，只係一個啊大一個啊小的因素，造成農民的權益受損。記者綜合報道。國軍備戰操演第3作戰區今仔日佇咧桃園機場的連外道路演練阻擋敵軍入侵。也讓當咧帶團訪問美國的立法院長韓國瑜，儀式是拜會美國國會，見證眾議長裴洛西等人發聲呼籲美國繼續支持台灣。在桃園機場連外道路上，駕駛3道防護關卡、馬上甲、大型鐵絲網搭配更氣位，加向美國買的艾斯科防護工事，無意阻止敵軍進犯。用這個障礙物就把敵軍阻擋，不是迫使敵軍往兩邊的道路轉進。看到這個障礙物的兩側，其實是我守軍的獵殺區。陸軍500輸入 A2 台 M1A2T 戰車也現地安好執行臨戰訓練。國軍是備戰操演進入第4日，紅地做紅色海報的台南起草海報4個位，實施作戰演練嚴整應變能力。面對中國海警、海巡巡艦最緊接侵挑咱國東部海峽，總統府專社會防衛論政委員會也以中國干擾海上交通加運補的高強度脅迫做島定推演，建立與商貨船的溝通機制，在相關情境中
維繫雙向溝通，並通報應避開的水域，以降低傳播安全風險，對維持能源與關鍵民生物資穩定至關重要。當帶團訪美的立法院長韓國瑜，美當時間離席拜會美國國會，甲7位民主黨籍參議員會談。參議員會後透過聯合聲明，呼籲川普政府兩早通過140億美金對台軍售。在歡迎酒會，也有33位眾議員出席，包括眾議院議議長佩洛西、國委會院務主席麥考爾等現跨黨派挺台。This has brought us together,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no difference of opinion in the House and in the Senate.As to our support for Taiwan， 韓國瑜做比如，台灣在國際上的處境是這個當戀愛袂當結婚，反正美國繼續支持台灣。拄好美國國務院、農業部甲商務部佮聯合致函，予各州州長甲企業，鼓勵進一步擴大甲台灣在貿易、投資、觀光等方面交流。佮表示相關合作符合台灣關係法之下的美國政策，也特別提醒，若中國大使館有想要做掉事業，會當直接甲國務院聯繫，尋求協助。記者綜合報道。來看世界盃足球賽，南美洲的強隊辛巴軍團巴西3-0踢贏蘇格蘭，是以分組第1名的成績晉級32強。這場比賽上屆受關注的，就是這球星內馬爾佇咧第76分鐘替補上場。為怎樣受關注呢？就是因為這內馬爾自從2023年10月受傷了後，都無閣代表國家隊出戰。這是伊讓981天，閣再代表巴西踢球。當然，這也是伊這世界盃這屆的頭一屆出場。內馬爾這段時間是面臨真濟質疑的聲音，質疑伊講伊佔一個氣煞無上場，也質疑伊講已經傷濟歲啊。這場比賽3-0巴西踢贏晉級，這內馬爾目屎就雖然落來，球迷也看甲真感動。台語金曲獎的系列報道，今仔日是帶觀眾朋友來聽音樂創作者周自強的創作。伊的第2張台語專輯《人造人間》，今年入圍金曲獎最佳台語男歌手獎。伊是用歌來做題材，毋但是跋巧，伊認為講歌嘛是面對感情甲運命一種選擇。伊也用通拖來比喻無共的社會角色，透過音樂來呈現無共款的人生故事。啥物定坎，啥物歌，三六九頂先天注定。地圖甲紙，好心到遐，有蜜讀目痟的阮婿來食。用地圖甲紙這歌通拖來比喻做各種無共款的人。音樂創作者周自強這首歌都合作人間，歌詞寫欠人分的狗兄阿兄，也是無論啥攏疼食落腹的上智老大。周自強講這首歌就是在寫社會的實物連，創作的來源都是身軀邊看到的各種人甲社會事。伊希望透過音樂寫出無共階級角色的生活甲無奈的選擇。貪親欺慢，一人做，悲歡離合，誤人心。就是安尼，因為我要講的故事就是認識甲這片土地的故事。周自強的台語專輯《人造人間》用充滿台灣文化意象的香花茶啊、甲金紙來設計。伊講這塊專輯主要用歌來做題材，到未來這首歌都是在講台灣的跋筊文化。不過伊認為歌嘛是面對感情甲運命的一種選擇，伊嘛攏甲寫做歌。周自強講，伊自細漢就對老爸學語打聽台語歌、看布袋戲，這經驗甲回憶深深影響着伊一路來音樂創作，甚至到後來伊嘛創真濟布袋戲音樂。因為我老爸就是愛唱台語的啊，正經嘛想要出唱片安尼，少年的時陣，當然伊唱的台語老歌內底嘛有足濟文言的詞啊安尼，這個語言就是足水的。周自強表示，伊毋知影台語音樂未來還可會當行偌遠，毋過會當結合家己的興趣，用台語去唱無共款的故事，讓世界聽到這個語言的水是伊上大的願望。記者盧尚如、曾俊佑台北報道。91歲的韓國雕塑家金允信上厲害，就是用電機仔來雕刻。伊是佇日本殖民時代北韓關山出世的，細漢錯插來小記憶，或者樹仔是正做伊主要的創作材料。帶觀眾朋友來認捌這位藝術家。金允信掛手刀仔要開始創作，伊的家私真特別，是一支大機的電機，
人生60多冬的創作過程，金文信對樹木的溫度找靈感，刻出伊對藝術的理念。伊直堅持用插科做創作，這是甲伊做囡仔時代的記憶有關係。 어렸을 때부터 나는 자연이 내 친구예요. 집에 아무도 없으니까 애가 혼자서 노는데 동네 사람들도 없었어요. 거기가 매일 걔네들하고 혼자만 하는 거예요. 1935年出生伫日本統治的北韓關山，出生伫迄個動亂的時代，過去的記憶攏是甲探索大自然有關係。當年的物件是足欠缺，砵樹仔摕來燒，樹仔規張挽起來，互伊是足震撼，嘛大大影響伊日後的創作。透過電機刻出伊的作品，嘛代表金文信要互當年燒甲變腐的樹仔，用藝術的形式擱畫起來。 근데 그거를 잘라놓은 거를 구해서 그거를 다시 이제 조형적인 예술로 이제 화했다는 거는 걔들이 그 속에서 영원토록 자기 존재에서 거기서 살아남기를 이제 바래서 내가 나무를 그렇게 좋아했는지도 모르겠어요. 金文信捌伫巴黎留學，48歲去阿根廷看孫仔的時陣，去互當地軍政府結束統治了後的自由思潮吸引，決定要住落來。韓國大使館協助伊佇遮定緊生活做創作，這段時間大大影響伊的創作風格。這幾年金文信嘛得到邀請，佇咧威尼斯雙年展展出，嘛佇咧無共國家開展，互伊佇咧雕刻藝術界的地位是愈徛愈在，嘛吸引國際對韓國女性藝術界的關心。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 感謝觀眾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過是蘇眉，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